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第10到第16节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，14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20章20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忠的结局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上帝忠心的好管家这样的一个主题。历代的先知们，他们都非常的忠心，是忠心的好管家。即便是他们曾经面对困境，或是说他们总是面对困境，他们是孤单的，他们也遇见杀身之祸，他们仍然忠心的服侍上帝，听从上帝的旨意，跟随上帝的引导。成为上帝忠心的好管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却应该要坚持的，或是说应该要说必须坚持的。不但是先知们应当如此，事实上指的应该是所有的选民以色列，现代的基督徒们都应该如此。因为呢，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，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上帝的管家，如同亚当夏娃一样。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谈到不忠心的结局。基督徒不忠心到底会如何呢？除了会失去上帝的保守以外，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忠心与不忠心的结局，从圣经的几个故事。第一个，当然我们要看亚当和夏娃。创世纪的记载，上帝创造了伊甸园，并且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是用自己的形象，并且上帝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生活，替上帝管理伊甸园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亚当和夏娃并没有成为上帝忠心的好管家，他们选择了听从撒旦的话，他们远离了上帝的诫命，他们吃了上帝所命令禁止吃的水果，他们得罪了上帝。这样的不忠心，这样的管家，后来就被上帝驱逐出了伊甸园，不再能够住在上帝的家里了。挪亚时期的人们，他们行了大恶，并不是上帝的好管家，所以上帝就呼召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到了山上去造大船。他们没有怀疑，他们没有迟疑，他们选择了顺服上帝的诫命，在山上造了大船，成为当代人的一个救赎。这样是一个好管家的表现。摩西在他的一生当中，大致上来说，摩西是一位忠心上帝的好管家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，却是因为发了生气，得罪了上帝，以至于他跟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无法进入迦南地。12个探子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，他曾经差派12个探子
进入了迦南地去窥探敌情，结果其中只有2位，就是约书亚和迦勒，他们2位顺从了上帝的话。大部分的就是10位探子，则是呢完全的唱衰这个迦南地这件事情。到底谁是忠心的管家呢？民数记第14章第7到第9节这样说道：对人民说，我所要侦查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。如果上主喜欢我们，他会领我们到那里，把那一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。你们不要背叛上主，不要怕当地的居民，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。上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已经击败了那些保护他们的神明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。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看到一群更大群的非忠心的管家，还有2位忠心的管家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大卫王的生活起起落落，他曾经违背上帝的话语，犯了罪，但是他最终坚定地听从上帝的命令，就是在建筑圣殿的工作上面，他做了完全的预备，交给了他的儿子，而不是为了坚持自己要去抢功劳，要有名声留下来，不是的。我们看耶稣基督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这样记载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谦卑到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又看到亚拿尼亚和撒非拉，使徒行传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，这一对夫妇可能受到当时候教会气氛的影响，也自愿的决志要将房子出卖之后的金钱献给使徒们。但是他们后来看到了现金之后后悔了，这是很可能的哈。他们不但后悔，还违背誓约。更严重的是，他们以欺骗的方式来欺哄圣灵，因此遭受到了惩罚。耶利米先知提到了以色列人不忠的结局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是奴隶吗？是生而为奴的吗？为什么敌人要追捕他呢？敌人像狮子一样向他张牙咆哮，敌人使他的良田变成荒野，使他的城邑成为废墟，无人居住。蒙菲斯和达比诺人敲坏了他们的头颅。以色列人自己招来这样的灾祸。当我一路带领你们的时候，你离弃了我，上主，你的上帝。先知耶利米又说，你自己的罪恶要惩罚你，你的叛逆要控告你，你将体会并明白，离弃了我，上主，你的上帝，不敬畏我是多么严重的罪。我至高上主万军统帅这样宣布了：以色列人拒绝敬拜主，拒绝敬拜上帝是最大的不忠，这是值得基督徒你我警惕的一件事情。就如同马太福音20章所记载的，基督徒跟随上帝，并不是要追求地位、职位、舞台，而是要追求成为上帝眼中
忠心的好管家。否则我们可能只能去喝耶稣基督所提到的我的苦杯。耶稣基督对门徒所提的，曾经说耶稣把他们叫到面前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这世上的人有执政的管辖他们，有领导者支配他们，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。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，就得做你们的仆人；谁要居首，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像人子一样，他不是来受人伺候，而是来伺候人，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这是忠心的仆人思维以及追求的目标。如果方向错误的话，就成不了忠心的仆人，就必须要自己去承担后果。诗篇81篇第10节到第16节，要向护卫我们的上帝欢呼，要歌颂雅各的上帝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从埃及带你出来，张开你的口吧，我要喂饱你。但我的子民不听我的话，以色列不顺从我，所以我任凭他们顽梗，继续他们愚妄的行为。我多么希望我的子民听话，我多么希望他们服从我。我要迅速击败他们的仇敌，征服所有敌对他们的人。恨我的人要屈服在我的面前，他们要受永远的惩罚。但是我要给你们最好的麦子吃，让你们享受野蜜的美味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蒙召成为你的仆人，让我们有份于在你的救人工作上面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，诚心的敬拜你，荣耀你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